嘿老們，今日亞馬遜平台又嚟白嫖遊戲啦！今次送出自殺小隊消滅正義聯盟、騎士精神2同埋古墓麗影崛起呢3款遊戲都係僅限 EPIC 平台激活嘅。不過我相信亞馬遜平台好多人都係第一次聽，唔知點樣去領取。嗱，呢度就教大家點樣去領取呢啲遊戲。先響古怪加速器加速亞馬遜，並且響右上角工具入邊打開呢個亞馬遜官網。進入官網之後，點擊右上角嘅 Sign In 登錄亞馬遜賬號。如果冇嘅話呢，就建議去到某寶整翻個。登錄成功之後，下拉頁面揾到咗自己想領取嘅遊戲，跟住點擊Get Game， 頁面跳轉咗之後，再次點擊呢個 Get Game。如果遊戲係 EPIC 激活嘅，並且你嘅亞馬遜賬號係冇捆綁你嘅 EPIC 賬號嘅，呢個時候頁面就會跳轉到 EPIC 嘅登錄頁面，登錄就可以啦，完成咗亞馬遜平台同埋 EPIC 賬號嘅捆綁。點擊 Link Card， 睇到呢啲頁面就代表咗領取成功啦。古怪加速係每日0點到下晝4點，全部遊戲免費加速，助力玩家領取好 game啊！